小樹窿傾下偈，最喜歡看的書。小朋友，我最鍾意睇嘅書係《小王子》。呢一本書係講述咗一個小王子由佢嘅星球出發，去探索宇宙嘅故事。喺佢嘅旅途當中，佢遇到好多好得意嘅人同埋生物，學識咗友情、愛情同埋責任嘅重要性。小王子教識我哋，真正重要嘅嘢係我哋睇唔見嘅，心靈嘅感受先至係最為珍貴。喺呢個故事入邊有好多好靚嘅插圖同埋深刻嘅道理，令到我每一次閱讀都有新嘅體會。如果你哋仲未睇過嘅話，都快啲去借一本書嚟睇啦，一定會令你哋感受到唔一樣嘅世界。唔知你哋有最鍾意睇邊本書呢？不妨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。